平常时点听嘅录音演，连日传出一千嘅歌声。志工妈妈林秀珍，老歌、客家歌、日本歌，一条刷定一条，巡行嘅阿公阿婆，有人上色听，有人用双手打节拍。安尼嘅场景，大礼拜拢有音乐，到台中东市嘅录音演出现。我唱歌是娱乐间，跟朴秀是运动有运动的效果，嘿，所以我感觉讲，我心态收获就是他们的笑容啊。已经上50岁嘅林秀珍，是在讲迄条片真小可嘅人，为了两做非专业嘅演员，系因为新冠年前是个无卡嘅其他人。我讲用普遍嘅时吼，有真多问题，我当然请教那个王主任，经验真好啊。佢总会教我吼，教我讲，要上难。我就感觉讲，佢真有爱心，真好。我讲用旺盛的事吼，我是决心讲，我讲来两做个志工吼，陪甲到老人家安尼。爱心常采亲实的感通人，林秀珍因为看到老人院嘅干部无视嘅风险，托起家还做得到嘅事，也加入行列。来到老人家吼，该阿爸爸呢，大概同我真长印象。唔看做啊，我唱歌唱白机会同我朴秀，我来一礼拜无来，跟着讲，我若无唱歌的时啊，甲阿妈就讲，英唱礼拜无来，迄呢，会很少俺一拜哦。因为深深了解到，我本四世送来这片嘅老人家，系挡无奈何，也挡唔上来，所以林秀珍希望透过歌声传唱欢乐，本件心情较欢喜到。就到阿嬷吼，世代还是安尼经久吼经验，是讲今日每爱了热上啊。我感觉啊，像安尼吼，心情无好，无去救啊，是唔见的啦。平常时托付卡，林秀珍太时总下做主编来消磨时间，为接触主编，也同当时照顾家养有关。今晚吼，我讲养吼，佢普遍嘛，还是少儿眠床吼，卧床啊，我照顾佢吼，感觉讲时间安长嘛，还是拄好个浪费吼，伊有开一个主编班吼，我想讲利用我讲养，午觉的睡午觉午休的时候，还是去学安尼吼。虽然讲做主编是在暑假压力，每项做志工也是在帮自家心情较好。不过可能系长期铁过路嘅关系，3年前林秀珍去中国了，一转来台湾就发生不幸。血管破裂吼，咱皮的时候，还是都唔对，今年个脑压增高吼，还是语无伦次的吼。推荐后需要复健，不过林秀珍还系挂吊灯，老人院甲请登记演出嘅阿公阿婆。迄个时，甲着阿公阿嬷吼，总啊讲，这位呢，俺在按旧无看到远，我讲俺长的是死皮的哦，安尼吼。跟着讲有样哦，哎哟，好得咯，天主有保庇吼。阿爸通有铁匠匠哦嘿，哦。可能系感染天公伯嘅保佑。托鬼门关前行日日嘅林秀珍体验生命嘅意义，做志工嘅面向也更加多年。我感觉讲，我爱珍惜了生命哈，我要更加付出安尼，所以我又过去参加个义检队啊。我都本人讲好听讲安热心啊，其实我请家暴的人啊。家暴也好，热心也是得，剪撇老人家嘅跳南模。林秀珍喊到另外一间老人院，听受抱怨病。
不得太亮。漂亮的。然后它就了嘞。你看，再进来一点。包平月饼，林秀珍有严时送去分老人家。我包的呢，阿公，小等一食嘿，好。看到每一个老人家笑容，自家也当欢喜。大摆暂时个离开，林秀珍拢为一个一个阿秀，佢同老人家已经期待下次白个见面。